上面是谁啊？哎，哦，还没哈，他有举手 ，OK， 可以了哈 ，OK。可以吧？哦，有了 ，OK。好，这边的我不知道。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阁真欢喜，伫主日的时阵，伫教会三见面，咱要来斗阵敬拜上帝。伫咱要做礼拜的大心，咱先来锻炼信息，请咱掀开信息211首，211首。
上帝设立安息圣日。咱要唱的时阵，第一节先唱头前2节，再来唱和的所在。第2节嘛是三先唱3、4拢共款。好。来，上帝设立安息圣日，因为属乎你的万民，一日心中恭敬来守，稳定好气，充满信心，通欢喜，通欢喜，今日通到心中三义，真心上帝。第2首304首，不305首。我活是为基督。来，我活是为基督，是你的耶和华，我的心嘛向主的歌，是你真有乐谱。好，请咱掀开启应文第7篇。启应文第7篇，为下骹算来进2、3、4、5，第5节进2、3、4、5。下骹算起来第5节，城门啊，举起恁的头，搁来下一个咱咧要回应的。头前是举起恁的头，下骹是永远的门啊，恁着受举起。咱念一遍，永远的门啊。恁着受举起，好，掀开一页，掀开隔壁，是举起。客的人讲举起，咱讲举起。毋过即马呢，咱爱讲举起。第2节，永远的门啊，恁也着举起。咱念一遍，永远的门啊，恁也着举起。一个是举起，一个举起，好，会记者好。咱今日团练信息到这。
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趁早要找你。伫旷旱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喙焦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恨无你。我捌安尼伫圣所朝见你，为着爱看你的光荣甲荣光。圣诗第211首，上帝昔日安息圣日，上帝昔日安息圣日，请会众起立来念。咱犹原徛伫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历史，也出世，伫本州彼得岛入来受苦，定是日个死埋葬雷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话，上天打一全能爸上帝大兵，伊要对咱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要信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咱即马交读启文第7篇，启文第7篇伫信息后壁第9面。
地甲其中所充满的，齐声拢属耶和华，伊将地建立伫海的顶面，即水会像耶和华的山，就是手清气，存心无怨无假。即号人要得到耶和华赐福，这个是找耶和华的族类。城门啊，举起恁的头，阳光的王要入，就是大气力、大权能的耶和华。城门啊，举起恁的头，阳光的王要入，万军的耶和华。三角来祈祷，万物的主宰，你创造宇宙，你讲要有光就有光，你看光是好。感谢主，透过光，阮找到生命的源头；透过光，阮行出黑暗的山谷；透过光，互阮的目睭闪烁光明。会当伫即个清早时有好的精神，条件你敬拜你，掌管伫我身上的上帝。出日落雨是你所定，风涌大海嘛听你来点睛。感谢你拣选阮，正做你的囝儿，互阮有出人意外平安、久长的喜乐，甲无限的稳定。对主你的应允中，阮要学着。对早起时甲暗暝，上帝你为着信靠伊的人来陪伴。阮学着甲明仔载代志交互主去烦恼，我只有活伫今仔日。阮学着主是阮的悬台，阮通无惊吓来到主的面前。阮学着仰望一项事，就是主永远教我伫地。阮学着无论阮眼前有偌大的窄隘，上帝你总是会开路。天顶的爸，阮感谢你，今仔日是退休传教者的纪念日。你竞选一个忠心的罗卜，伫山顶、伫海边、伫逐所在，为着你的名帮助教会宣扬福音，一生着活，忠心服侍主。主求你，互因伫退休年老的时，通过阮逐人的关心甲祈祷。想述互因健康、平安、有好的照顾。主，阮今日感谢你差遣但信三牧师来到阮中间，求你神甲伊伫地开伊的喙，互阮听见上帝的声音，明白话语中的真理，学习主的款式，行伫主的旨意的道路上。特别伫这个大干节期，上帝互阮伫听候迎旨。主降生伫阮的中间，所带来的欢喜、光明、平安、勇气甲盼望，拢充满伫阮的心内。但愿今仔礼拜，你的神搁一摆临在伫阮中间，将俄罗阳光归伫阮的阿爸爸上帝。阮的祈祷是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妹。俄罗圣歌队今仔日要往。举起恁的头，来学咯。
共读圣经，圣经今仔日有2个所在，咱先来看记载伫罗马人书14章第7节甲第9节。罗马人书14章第7节甲第9节。因为咱无人为着家己来活，也无人为家己来死。因为咱若活，是为着主来活；死，也是为着主来死。所以咱还是死，还是活，拢属伫主。因为基督所以死来搁活，是要做活的死者的主。佫一位是诗篇68篇19节甲20节。主是应该学落的，伊直直陪阮一担，就是救阮的上帝。上帝是甲阮伫逐样拯救的上帝，会脱离死亡是伫主耶和华。进到咱今仔日真欢喜邀请到陈信山牧师，伊今仔日进到题目是为想来活。真欢喜有机会到伫咱的中间，甲咱三个来敬拜上帝。林牧师甲黄牧师，我退休的时吼，我就讲退休我无爱造成文山教会困扰啦吼，因为我伫遐41年外，我惊了讲教会惯死我的形态，所以我未退休的时，就先甲教会讲我退休了后歹势，我袂转来咱文山礼拜恁爱甲新来的牧师好好伫遐来同工特别我甲恁交代，袂使讲以前人当牧师安怎，迄拢毋对。所以歹势我虽然遮久大家拢足好足好私下无要紧，讲教会的代志我嘛袂使跟恁讲啦毋过恁若讲歹势，我是拢无回应的我讲啊真清楚毋过礼拜日要去对礼拜，迄变做我足大的困扰呢。我总袂使去别教派吧？我做过总会议长，做过咱传道会的主委，我去别教派礼拜，这嘛足奇怪附近的教会咧，嘛变做毋敢去呢。去附近的教会，想讲，这陈牧师伫文山40几年退休了后，会走来咱遮，是创了无好势遐。我惊人误会，所以附近的教会嘛毋敢去。伤远，哇！礼拜佫走遐远嘛费去，所以我去深坑想讲迄敢若无人捌我。一去就叫因2翁仔某2位牧师，一个就甲认出来安尼足歹势安尼害我以后佫毋敢去这是较头一摆认捌啦当然伫这个新店的哪一间叫民权伫民权的时都有捌林牧师这是题外啦今仔日伫咱中间应该是正美长老啦咱教会拢优秀的，2个牧师嘛足优秀，正美这嘛是我伫新人院的时，伊当阵有带
几年的主任啦吼，伊是我的好同工，后来我无就是人伊代理的时吼，伊若要安排即个奉献主日，台湾新人院的奉献主日，伊就甲我叫讲，牧师啊，斗帮忙咧吼，因为南部的教会吼，拢无熟悉，即马卡去吼，凊彩甲我拄一下，就无消无息啦，你吼。一寡牧师较熟悉，你甲我斗帮忙，伊讲有影你去吼，因较毋敢提安尼吼，所以就较好安排，安排较济间安尼吼。后来伊伫迄个传播基金会嘛是安尼吼，要安排迄个奉献主日的时，即个南部伊就叫我斗帮忙，有影有遮个拢是做真好的工吼。咱今早去甲咱三角伫遐来思考，为啥人来活到底人是为着什么来活英国捌一个真出名的散文的作家，伊嘛足够写文章，嘛足够写讲道章、讲道篇，伊安尼捌安尼伫遐来。有一天吼，伊所写的即个小说，是讲迄个讲道篇会当帮助真侪人。毋过伊咧写即个作品的时，是伫伊破病的中间，伊破病的中间倒伫眠床，就伫遐来思考，伫遐来默想，到底特别。有一摆真特别的，就是讲，当伊踮咧思考的时吼，礼拜堂的钟就伫遐咧讲，这西洋的教会真趣味吼，咱即间教会有某人过身，伊就会伫遐来敲钟，即个作者伊就踮咧思考，即个钟声，我即马倒伫病床。即个钟声，敢干那为着迄个人过往，所以伫遐来敲英国因的礼拜堂通常早早嘛会敲钟，晚祷嘛会敲钟所以咱才有看迄个名画，迄个晚祷讲是远呢袂当转来，嘛伫迄个中间伫遐来祈祷。即个作者就伫迄个中间，就伫遐来发现，伫遐来思考即款的问题，就甲伊表达出来。讲迄个钟声，敢干那为着迄个人伫遐来敲，敢嘛毋是为着我，嘛毋是为着其他的人吗？因为人有一日一定要面对死，特别伊伫破病的中间，佫较会思考着即款的问题，有影？人一生的性命是为着什么来活？有一日咱拢要死，有一日咱得甲着面对的。面对的时，到底咱的性命是什么？敢干那为着我，家己来活，家己来死？即个钟声敢干那为着迄个人？敢无常时为着咱所有的人？所以。伫即个中间，伫来思考即款的问题，是咱今仔日的圣经，特别其实圣经几若位拢甲这相关的啦吼。我伫活，敢为着我家己咧活？我或是活，或是死，到底是为着啥？有影有个人敢若为着家己咧活，有人实在是敢若为着家己咧活。所有的一切考虑，拢是家己优先，完全是利己，春秋战国，中国的春秋战国的时代，也有足侪无受上的学者啦，中国拢独裁式的，霸主式的，所以中国兴起的时，有个人咧讲，中国即摆兴起啊呐，我讲中国兴起无好啦。
伊讲啊，啥啊无好？因为即款叫做无神主义，伊干那咧考虑家己的利益，伊无咧考虑啥物哦。啊，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诸家百家齐放哦。毋过秦始皇一个起来尔，大家拢统一。咱即摆中国嘛，足注重统一的。咱台湾嘛，足侪人踮咧咧呼喊呢。哦，统一啊，逐项拢一致，我规定安怎就安怎。秦始皇就是安尼，啊，恁这讲东讲西，这个讲安尼，迄个讲安尼，啊，迄拢无好。独尊儒家，啊，儒家的君君臣臣，哦，天地君亲师，哦，安尼，哦，啊，干那即套。有影，当时有一个叫杨朱的人，伊就伫遐来讲白毛立天下，不为也。我若挽一支头毛，有利益伫别人，我嘛无爱做。无利益我哪会？有影有个人的思想就是安尼，敢若为着家己损失一时啊，我就袂堪哩。哦，我一定要得到迄款的利益。哦，啊，到做错的时做错嘛讲啥物？讲宁可天下人负我，哦，宁可我负天下人，而不愿意天下有人负我。哦，不容许天下的人负我啦。哦，无容忍别人对伊不利啦。会堪比我对别人不利，总是袂堪比别人对我不利。有影有个人是安尼，迄个一生的年日，哦，包括对伊家内的人嘛是安尼，哦，人活着到底是干那为着咱家己的利益，只有顾咱家己，啊是咱也阁有其他的，哦，有影即个值得咱伫遐来思考，哦，啊，即款的人生，哦，若是即款的干那做。为着家己来活的人生，对别人拢无利益，哦，所以咱看中国的兴起，我讲，对这个世界有甚么款的利益？无咧，伊干那我要称霸这个世界，哦，啊，所以足侪不法的代志伫迄个中间，可能咱嘛爱伫遐来思考，我的性命，我咧活，到底是为着我家己？还是为着要有更较其他要紧的目的，有个人是为着别人来伫活，哦，即款的人也阁袂歹，哦，啊，为着各种无相像，为着我的家庭，哦，特别过去传统的负责人，为着我即个家阁较辛苦嘛拼，有当时我拢会讲查甫人敢若较册命呢。若拼拼的拼袂过，啊，就全咧放互去啊。查某人我有当时也真佩服呢。伊安尼老甲行路都足困难的啊嘛点仔咧捡纸，捡啥物？哦，遐铝管，啊是啥物酒干啊？啊点仔塞甲平平喘，啊嘛是安尼塞咧卖，啊咧顾伊的家庭。啊，查甫人若失败咧，有当时就安尼一工倒咧遐，毋知要创啥物啊？有影，有人为着这个，为着伊的家庭，为着什么人？啊，有个人为着爱情，有个人爱情失败咧，啊，都袂当的啊，生活、性命拢完全无相像的，有个人为着安尼害伊的。对象，你不爱我，我甲你伤害，啊，你的我的情敌想办法甲伊伤害，啊，有当时无拄拄去伤害人，毋过伤害家己，出名的作家三毛，三毛写真侪小说，啊嘛真吸引人，真好的写作，啊，伊的先生意外死的时伊的性命嘛拢
完全改变，无法度继续写作，逐工伫遐来忧伤，甚至到最后家己结束家己的生命。有影咱有个人咱真执着为着别人来活，有个人为着伊的理想有伊的真好的情操，我拄则有讲中国的是霸权的，希腊是足早就开始民主啊，还未进入耶稣还未出世以前，因就百花齐放。虽然讲即种，希腊嘛安尼，今仔日毋知有啥物人要搁发表新的建议无？你迄个人怎讲的毋对啦，我甲你讲是安怎呢？所以因有迄个发表的平台，会当伫遐来讲。希腊人嘛，足爱听新的无相像的迄个论调，所以咱毋通想讲，加勒太书甲咱讲啥物？讲上帝是照伊的时间，照伊看最妥当的所在，互耶稣出世。即款希腊的影响的是希腊人的文化影响遮，所以因嘛足侪人爱听讲，今仔日有啥物新的物件无？有啥人讲啥物无？即个中间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有机会通伫遐来传出去，互人欢喜讲，我嘛来听看卖呢。来甲咱即款保守的传统的教的社会时，你这番仔教，一声就甲动起来啊！所以上帝有伊的时间啦，有影有个人为着真济真理真执着，苏格拉底的时，我才会使做一个违背良心、违背迄个真理的代志，所以虽然知影讲我受冤枉的，受关监，甚至到后来受处死，其实嘛毋是讲处死啦，包括伊学生，包括伊好朋友讲，这个我著买通迄个监狱就好啊，甲你放出去啊，你嘛遮济岁啊安尼，伊讲我才会使做即款代志，甚至伫即个中间的时，安尼讲，安尼你爱处死就处死，我面对死亡我无惊，虽然这个人甲怂恿，就是讲你遮济岁出去走去嘛，无遐认真甲你对啦。伊讲我才会使做即款的人，所以伊规气家己食药，家己死。有影有个人为着即款的理想，为着伊的我的道德的标准，有个人嘛是为着啥物？为着国家。咱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造成偌大的伤害，对德国的纳粹党到日本，日本时代到最后，因为战争较失势，面对美国的军舰，要想物办法，护掉一寡少年人，10几岁还未20岁，血气方刚，为着国家，为着咱的国家的理想，开飞机，迄油是敢若有够伊去，无够伊就当倒转来。你其实就是飞机载落迄个美国的军舰，一只细只的飞机，甲你一个人配几台船，有影？我听过迄款的人甲我讲呢，我迄当阵嘛偌热情呢，我感觉讲这是对的代志啊。有影？有个人为着这个伫遐来死，为着这个来献伊的一生的性命。有影？到底咱为着啥物来死？毋是干那为着咱家己来死，亲像这个为着别人的来死，为着理想，为着国家，为着啥物？
这是咱常常有诶，苏联的文学作家托尔斯泰，伊一段时间差不多50岁，进前伊无啥有上帝的信仰啦。虽然知影，毋过都常常存着怀疑的心，到底有上帝的存在啊无？有上帝啊无？我是爱信上帝，还是我免信？干那做我的写作，有影伊的写作，伊的作品真侪足好，足感动人。毋过伊的感动人是伊即个代志50岁了后，有哪思考了后所写的作品，才是特别的感动人。所以后来嘛有得到诺贝尔奖、文学奖伊50岁时，有一日，伊感觉这人生无啥意义啊！你看迄农民遐尼艰苦苏联虽然是号称是东方正教，嘛算基督教毋过其实实在是无啦，是独裁统治的世界伊感觉这性命无啥意义所以伊定定离家出走，伊的太太佫甲伊的思想佫无共。太太是你写作这出名，足侪人爱买你的册，爱读你的册，爱趁偌济钱呢？毋过这托尔斯泰都无感觉遐重要，佫伊的太太较活，甲伊拢袂合，所以伊定定出去外面乱说后一摆就入去唱哪来，开始佫想即款的问题：到底我的性命是为着什么？为着写作，还是为着我的家庭？还是为着这农民？为着什么？开始伫遐来思考。有上帝无？上帝伫对？这个问题困扰伊足久。有哪开始伫遐来思考？今日若无上帝，他有世界这生命。今日若无上帝，敢有我这个才能？伊慢慢伫遐来思考，上帝创造这么济多样性的物件，你若无上帝，你讲乌白错错的，就有这个物件出来。是安那这个物件世世代代传落来拢共款。咱去看遐个花，还是遐个动物，各项无相像的动物，安怎出世就是安怎。科学家有当时拢古早拢甲你讲迄进化的啦。咱什么时倒一只高山倒一只猩猩变做人啊？几若万人，几若万年嘛无发生一摆。所以慢慢思考，慢慢思考，渐渐互伊体会到上帝有上帝，伊创造这个世界，伊创造我的生命，伊嘛伫我的生命内面，甚至伫我的生活内面，所以开始伫遐来体会，安尼我的生命应该安怎来活？所以所写的册，所写的小说，拢甲即款的。后来出名的拢甲即款有关系，伊要透过伊的小说，将上帝的真理伫遐来传达。册真畅销，嘛真好卖，真侪人爱看。毋过伊为着要互更较侪人来看到，伊所有的版税拢无爱抽，讲互伊册会当卖较俗。有较侪人看会到，伊是一个贵族啦因兜足侪田的，伊遐田拢送互遐个家耕作的遐个农民，遐个农民才是真正辛苦的人，所以伊的太太足袂当谅解所以伊就袂当谅解我家己出来生活啦有影？到底你为着什么来活？你的生命为着什么来活？
有个人敢若为着别人，那圣经的内面伫甲咱讲，罗马书这段咧甲咱讲，到底咱为着什么来活？咱听是意识是活，到底咱为着什么来活？其实咱的性命是为着主来活。保罗写俾予腓立比伫第一章，特别对第8节了后遐开始伫遐来讲，我的性命，我的生活是愿意放弃所有的一切，掠耶稣基督做宝贝。讲我活是为着基督，为着耶稣，伊为着我死，我活，讲我活是为了耶稣基督死，我会当伫迄个中间得到利益。毋过伫迄个中间，我要伫遐来思考，到底我是活的，还是我来死较好？伊个结论讲，为着恁这个人，为着要将福音传互恁，我欢喜伫即个世间。其实伊头一句咱爱阁讲的，就是讲我若死得到福气，阁死，因为是甲上帝三甲之地，所以是极其好无比的。毋过为着抑阁有济人需要，我欢喜继续活伫即个世上。是到底咱是为着什么人来活？咱爱为着别人来活，毋是干那为着咱家己活爱为着别人活，特别爱为着耶稣基督来活咱伫加勒太书的内面，就是安尼甲咱讲第2章的20节，伫遐来讲，但我的活是耶稣基督伫我内面来的活伊替我受死伊替我受死但我爱互伊伫我的身上来活。有影咱活的咱到底是为着什么来活？保罗写批予罗马书的时，伊伫遐来讲起伊家己本身讲我或是活，或是死，拢是主的人，属主的人。咱入捌耶稣基督的人，咱嘛是属主的人。咱有一日咱的生命结束，咱要到伫主的面前，伫遐来享受迄个永远的福气甲喜乐一人为着即个来活伫即个世上我退休了后，迄个捌你的乐山疗养院，也有叫我去做因的董事啦。我退休大概3年啊4年，因找我去做因的董事。我今年敢若第7年的董事第8年我退休11年呢，11年外呢。我去了解的是，迄个创设者地仁寿医生，迄是足优秀的一个医生伊是苏格兰人，移民到伫加拿大的所在。伊的老爸是一个庄脚的一个牧师，伊对少年都足欣赏，讲人足侪宣教师，我嘛应该来做宣教师，所以足拍拼读册嘛为着安尼考调英国的伦敦的出名的迄个医学院成就真好互病院甲伊邀请，伊嘛继续搁研究，诚济英国用咱台湾的对称的，就是讲中央研究院的医学院士啦。即款的若要认真留伫英国，是足好生活的，敢毋是？总是伊讲，我细汉的时、少年的时，就讲要做宣教师，我无袂记哩。虽然我今日足有成就，总是因为欢喜来台湾做宣教师。大生加拿大都也无迄个宣教师的车会啦。
所以就全咧挖英国的社会受派来到伫南部做迄个今仔日新楼的院长。后来几年了后，等于述职。述职了后是后来加拿大渐渐甲咱北部有接触到，所以加拿大就讲无你去北部来到咱马街，诚做咱马街的院长。伫咧看患者的中间，伊发现讲这个麻风病人，太高啦古早叫太高的实在是足可怜因为有当时个手长，枕头一节一节一直无去有当时手硬硬歹用的，所以伊就想讲，伊看这个患者，毋过伊看这个患者若去互人知，边仔的患者、边仔的医生嘛拢无爱，因为哟，古早逐个讲着太高足惊的，惊去互画着。咱台湾的民间佫讲，你这恁祖先歹积德，你才会得即款病，受咒诅的。后来伊想讲，无我煞来马街的角落，今仔日个嘉兴的迄个角落的所在，我专门伫遐看这个太高的患者，厝边嘛反对，病院的内面嘛真侪人反对，所以就高不中讲，来设专门的，所以看伫咱今仔日回龙迄个所在，所以遐叫乐生啦。伊讲快快乐乐伫遐来生活，所以就去募钱来想办法，迄个所在逐项拢传好啊。日本政府讲，即款日本有啊，阮日本有专门伫收容即款太高患者啊。所以你这日本政府来做，伊看日本政府做是啥物？甲这个人敢若亲像犯人，关入去伫迄个监狱的内面，甲外界完完全全的隔绝，拢伫迄个小范围内面，敢若亲像监狱，甲伊原来的理想完全无相像，会重新佫倒转去募款。来伫捌你的所在买足宽的梯田，无啥物人徛起的所在，讲这个人伫遐伊家叫做乐山，我买即座山，互因快快乐乐，伫即个所在生活，伫即个所在工作，家己能够自给自足。伊住的所在毋是家关起来，是你会使出来外面。叮当会使出来外面做事，伫遐来一起生活，是到底咱的性命是为着啥物？其实即款人，伊若要伫英国好好生活，足好生活的，毋免遮尔辛苦。英国嘛有一对翁仔某，因伫大学的时就熟悉，嘛伫大学的时，两个。谈恋爱中间欢喜决志要献身，讲要做宣教师。因一毕业了后，就到迄个婆罗洲今仔日的咱讲顶悬属伫马来西亚啦，下面迄个较大片的迄个属伫印尼，咱叫婆罗洲，若是印尼，就甲伊叫做卡里曼坦，迄个所在人无济，较济是伫北边，属伫即个马来西亚的地界，迄个所在较济人，因就讲要去遐做宣教师，这查甫的是一个迄个有得到大学双的学位。伊的太太是医学院的，做医生的，因就去遐，做宣教师。遮尔优秀、遮尔好的人，因欢喜到伫迄个所在，伫遐来做宣教师。
有人吼看了足袂做咧，讲好浪费这世间的人才，遮尔优秀的人啊，是安怎去做宣教师？啊，即对个翁仔某甲伊讲，我感觉讲，阮做宣教师足有意义的哦，因为阮有机会通将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福音传互侪人，有侪人欢喜伫遐来领受。今仔日个因叫做东马啦吼，东边的马来西亚哦，东马即个婆罗洲即个所在，足侪人伫遐来信主哦，毋是干那迄个华人吼，迄个华侨，包括侪当地的居民伫遐来信耶稣。有影，你的生命是甚物才有意义？你的生命是为着啥来伫活真期待哦？咱认捌耶稣基督的人，咱的生命，咱为着啥人来活？好好伫遐来思考，互咱的生命真正活出真正有意义的。啊，今仔日伫迄个退休传教士，就是退休牧师的奉献主日，啊，伫咱中间甲咱分享这个信息。啊，有人爱安尼讲啦吼，我有时我拢讲，啊，我较好命啦吼，做传道啊受派，哦，当然，我年外，我讲啊，我这年外就派3间啊啦，啊，拢传道无甲派吼，派去5个1年，啊，第2年就讲甲派去迄个德位啊，拄才开设的一间新的教会，2、3个月就讲甲我派来文山，哦，啊，就在咧伫文山服务，啊，到70岁退休，吼，啊，有当时讲我拢爱安尼讲，啊，我好命，哦，因为我莫会免搬厝，吼，啊，阮囡仔嘛感觉讲，阮足好命咧，对细汉就伫遮大汉，哦。拢无煞，无像我的夫人人，伊甲我讲，啊，我敢若国民学校就读4间啊，哦，因为阮丈人嘛是传道人吼，敢若国民学校我就读4间啊，刷来刷去安尼吼，袂当得到安定。有影，做牧者，你安怎看？啊，你安怎看你的牧者？哦，咱的林牧师、黄牧师是足优秀的牧师，哦，啊，期待咱会当对因来得到好的带领，啊嘛，咱好好伫遐来款待。啊，即摆牧师，咱有设即个咱的传福会，啊，伫遐来照顾即个牧者，啊，加在咱的社会政策慢慢在改变，即摆咱的牧者。咱会当伫遐来投保，啊，较早期的牧者，无劳保，啊，搁退休咧，早期的退休的牧师3斗米就解决啦，啊，所以我较早做一个传福会主委啦，啊，我一做9年，一做9年吼。啊，这都嘛毋知是安怎因就选啊，这个中间我伫做主委的时，我接主委无偌久，就有人在讲啊，迄当阵因为拄开始无几年尔啊，所以当年咱2个月到总会，啊，其实1个月是等于牧师的离职金啦。迄个是一定爱行牧师的挂利息遐维护牧师。啊，另外1个月毋茫会当伫遐来照顾这个退休的牧者。啊，愈来愈侪人的中间，啊，特别咱的年岁嘛愈来愈长。啊，所以大家算来讲，安尼会无够呢？咱互遐个退休的牧者呐，2个拢。夫妇还佫伫个1万块，啊，若单身呢，其中失落一个，
安尼5500，哦，啊有个人就讲，哦，安尼袂使，咱就无够钱，哦，啊所以就一直要降。我讲袂使降，是安尼袂使降。我讲早期的牧师吼，退休无半项呢，哦，啊虽然咱设立这，啊有个人入来才2年尔，他有啥物退休金，哦，2年，哦，啊才2个月，迄个个人的哦利息金，哦，啊然后付1万块。我讲啊，比迄退伍的老兵吼，还佫较少。啊，佫退伍的老兵，你若生活袂得过，你佫会使住迄个哦，伊个哦设立的所在，哦，啊牧师咱就无，哦，所以我讲无论如何袂使降，所以我9年的中间，即个拢无降，哦，啊我退休了后吼，因有个人就讲，哇，逐年降呢，一直降落来。到真嘞，夫才存5000块，一个月，哦，有影。咱有当时咱在想讲，这退休的牧者，哦，有个人30-40年、40几年，啊，有个人较少年，哦，啊有影。这个人无拄拄生活好过呢，特别阮住民呢，嘛足济也生活无真好过，哦。啊，咱照顾的中间，毋是干那讲照顾你身躯养养，啊，特别退休了后，坐岁了后，身躯有可能都较无好势。啊，迄个要安怎真真正正伫遐来照顾着，哦，这是咱要好好思考的所在。啊，所以望有当时我去到别个教会时吼，包括我做主委的中间，伊嘛会讲啊，1个月1年2个月的呢。哦，我啊1年2个月吼，啊牧师爱鼓励因做健检，啊若无有当时身躯有破病啊，家己嘛也毋知，哦，啊特别有诶少年，啊不过忽然间拄着变故，哦，啊遐咱嘛要照顾，哦，啊所以有足济咱需要照顾，实在咱是无教育通好用，哦。啊，望伫奉献主日的时，咱三甲伫遐来关心，三甲为着即个来奉献。啊，伫咱手中有迄个奉献袋啊，啊嘛有迄个，咱应该关心的爱牧之友，哦，咱嘛会当伫遐来关心，即个忽然间拄着变故的一个人，哦，啊，我代表团络会，哦，伫即个牧师退休的奉献主日的时。伫即个中间，先说甲咱呼吁，望咱三甲关心，三甲奉献，真多谢，互我有即款的机会，三甲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听，对你的听，互阮有机会得到认捌你，诚做你的囝儿。哎呀，特别互阮知，阮的生命有一日结束了后，阮要伫你的面前，得到你为着阮所备办。迄个美好的所在，迄个是极其好无比。阮感谢你，求你使阮带领阮一生的年日，伫你的听的内面来生活，为着阮家己，特别嘛为着别人，搁较为着主你的福音来活，来归荣光你的圣名。愿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回应诗。咱来三角吟圣诗305首，我活是为基督。305首，我活是为基督，请会众起立来吟。无论
济。即时咱来进行奉献，今日是退休团到遮纪念日，请咱为着诚济退休的牧者辛苦，也是着无为因来关心、祈祷、代祷甲奉献。咱会当徛起来，咱来吟奉献的诗。请坐。公道，咱即马咱来公道的事项，咱共款咱嘅今年教会义上成全正信徒，万民该祭司，咱继续为着这咱的目标来跑走来祈祷。咱第一项，咱感谢主耶稣基督救赎咱的恩典，互咱会当脱离死亡。毋是咱牧师所教咱教示的，咱毋是为着家己来活，咱为着主来活，也为着主来死。咱共款，咱伫咧周报所写的，咱为着咱的肢体，往来这施惠节，啊，搁地名兄、清光兄、仁和兄、若琳、若愚、丽凤。丽凤昨天有去探访他哈啊，在恢复中哈啊，以诺昨天我们有去探访他，已经高中哈，大家报告，在天母的特殊教育学校，雅娜姐也有一些检查，那怡君还有志坚、春枝出院了哈，啊昭明也快出院，啊咱继续为着咱伫怀孕中的以轩、婉柔、子瑜因来代祷啊。过来，咱是咱为着圣诞节，咱各部门、各团体的备办，啊，甲明年度的计划甲推展来发展，咱求上帝，互咱各部门的会长也是同工有合一的心，智慧来计划。第四项，咱因为台湾有事论吼，咱导致咱中日的关系会持续发酵，咱为着东亚岛链区的稳定，咱求主来任命掌管，这就是咱所写的代祷事项，咱即是为遮的事来代祷。别愿上帝，你时时祝福，时时关心，时时看顾，时时祝福。主，你知阮的需要，你拢知，你拢知影阮。有一时无一刻，无是你无看顾，你也知影阮的欠缺，主你知阮的事。哈利路亚，主。
亲爱的上帝，你已经看见阮教会集体心肠的患难，你已经听见阮为彼此的代祷。赐平安的神啊，恳求你的恩手，显明你国外的大能来做工。你已经将阮的铁口变做跳舞，将阮的麻伞摕去，用欢喜甲阮下。上帝是甲阮行逐样拯救，是帮助阮脱离死亡的自由花。主，你应允阮讲，见若背重担的人，恁就来到我遮，我要互你得到安息。感谢主，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要因为你的信实，心内有平安。我若要善用你，互阮的恩赐来回应你的疼。主，阮知现在活的毋过再是我，是基督伫我内面活，阮就爱存着敬畏的心来行你，互阮伫脚骹伫世间的日子。即时，阮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三角。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信，你的国领教，你的旨意伫正。第三日，第四人讲过啊，正变阮的辜负，亲像阮要下变辜负阮人，目的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的保证。阿门。报告，好，咱后礼拜的事项，咱有负责同工，咱家己看吼。咱教会消息吼，本主日是大感谢第三日吼，咱拄仔咱在一开始，咱有主日学生肖联团契、社青团契代表来点燃咱的第三支的蜡烛，这就是象征着宣告喜乐的蜡烛，宣告被掳、互受压迫的子民会当得到救赎的喜乐吼。这代葬节第三主日的一个宣告。啊，今仔日就是咱总会吼，咱总会定着退休传口书的奉献主日吼。啊，咱感谢陈信生牧师带咱带来信息啊。陈牧师甲我是久长的好朋友吼，我们伫神啊以后同工啊，都搁足济，不管总会啊啥啊，所以其实我有帮牧师写口述历史吼，歹势伫楼骹诶那个有一本书吼，写了几位牧师，你若要了解牧师是安怎，伫文山教会让做40几档吼，真的非常非常，我去参加他的退休礼拜，足感动的吼，所以这个牧师讲是安尼，拢免搬厝吼，所以真的真好的一个榜样的牧师。啊，伊退休已经11年吼，嘛是到处都在互受邀请讲道吼，所以咱啊关心，啊嘛是有一寡牧者身体因为较无好，无法度讲像安尼去教会讲道，我们也关心那一些牧者。啊，多谢陈牧师吼，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过来，咱本主日吼，像上午11点，咱要调开小会伫牧师馆，小会员请注意。第4点，咱的宣导部吼，咱的社区关怀吼，因秋季班已经结束吼，伫19号拜五，啊有感恩餐会吼，念志工拢总有90人吼，要拢有90人来参与。啊，2026年已经。咱的报名是那秒数就截止了吼，足侪人就欢喜来参加咱教会即个银华书的迄个社区的事工吼，啊将即个荣光拢归互上帝。第5项吼，这咱来注意一下吼，咱例行，但是咱换了个简单爱报告，就是咱21号的圣诞节的活动，就是9点半。圣诞赞美礼拜吼，啊，咱圣歌队用清唱剧，就是即应允的旅程来颂赞，吼啊，来中间讲咱耶稣基督带，互咱世间人会平安甲喜乐吼。这礼拜中嘛要举行圣礼典，然后要受洗虔诚设立会籍的505牧师来报名吼。第二吼。下晡就是咱迄个
21号下午是同款圣诞舞会哈，下午的舞会啊，各团契社区拢做伙来欢庆圣诞啊，请咱的福音朋友来参加。第三项，这甲阮关怀部有关系吼，要往那个报过。咱的圣诞爱餐哈啊，我从干事知道哈，我们哈预定马来亚餐厅是35地桌哈，35地桌，剩下1桌的名额哈，到今天截止哈啊，所以若有需要，我是预定35桌哈啊，听讲剩1桌哈啊，若有需要人，较等紧去楼骹赶快来报名哈。另外要报告的是，咱逐年拢有摸彩吼，啊，咱教会较习惯吼，到的时候下礼拜会很忙吼，啊，摸彩诶，本来以前是我讲有要摸彩，但是大家甲摸彩嘛很热闹啊，伫咧迄个圣诞爱宴很开心，但是我要提醒的是吼，咱的摸彩礼物吼，我甲拜三是收到27件啦吼，啊，今仔日牧师嘛准备好自己做的那个。Q 饼哈，要多了10份哦，所以有37份。其实我要讲的是，我不在乎摸彩多少哈，我觉得我们要讲的是，咱的摸彩礼物，咱的圣诞节，咱从咱的心底欢喜啊做出来，还是买的物件哈。你爱想到讲，你上这个 Christmas gift 收到的人会很开心，会哇 surprise， 好高兴。你要想这样子，你才拿出你的摸彩的礼物。啊，不在于多，我觉得在于你的心意。哦，我什么他可以做写 Q 饼，那就是他的心意。那我们就非常的高兴，也感谢哈。啊，是讲礼金，啊是礼券、现金，哦，啊是你实用的，我们都非常的谢谢你们的提供。啊，这个有关怀部有时候会在礼物上做筛检哈，所以给咱报个解。啊，所以若有欢喜，阁要提供礼物的，请伫咧即礼拜、后礼拜当拿出来哈。所以在这里先谢谢大家的参与。第六，教会举办有2026年的EA历，若是还未开，请紧去登记。第七，马尼多新任的也是续任的会长，你12月14日以前，就2026年第一季的胡适的排班哈，主会内容。交予干事来会诊，咱要伫28号主日礼拜受职就任。奉献的明细吼，奉献明细吼，请咱大家来看，啊，然后订单甲咱的柜价来订正。以上，上营信息510首，鹅肉天顶主宰，请会长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主爱，以及圣神的帮赞，甲恁三甲弟弟，对这时到伫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